大家接呢来看阅读测验嘅题型。阅读测验分作篇章理解同填空选测两则题型。测验时间总共有30分钟。係由2笔鉛筆提答案卡當個回答。閱讀測驗嘅篇章理解題型底背，每一篇嘅文章會提500字到800字之間。一篇文章會出3到4則嘅題目，每一則題目會有4則選項。因為文章嘅字數增加較多，難度未提高誒，故所請大家喺閱讀嘅時節，要較注意文章嘅意思。按呢作答嘅時節，能有法度讀出最正確嘅答案。接下來嘅填空選測題型，文章嘅字數大約喺300-400則字左右，會喺文章底背留4則空格。本大家對選項中讀出最適當嘅詞彙，放入空格底背。每一則空格都會有4則選項。因為也係高級認證嘅測驗，詞彙嘅難度會提高，請大家要多看高級認證嘅書，針對相關嘅詞彙做整理。來增加對各種詞彙嘅認識同了解。除係多看高級認證嘅書，還有幾個資源供大家參考。比如講，明年6月會公布嘅全國語文競賽客語朗讀文章，就是一個當好嘅閱讀資源。閱讀朗讀文章經過多方甄選同專家嘅認可。對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組，還有社會組、教師組，每一篇都值得大家花時間看一下。閱讀文章，大家咪可以對閱讀閱讀免學語嘅名章項去做連結，又對102年開始嘅文章做當完整嘅整理。同大家分享嘅，還有另外一個值得閱讀好文章嘅素材，就是教育部嘅免學文學獎作品，有詩、散文同小說3種無共樣嘅形式，本大家根據自家嘅需要，也係興趣去尋出來多讀一下。因為這是比賽得獎嘅作品，做得本大家參考，用嘅運用詞彙寫出好嘅作品。另外，還有一個學新聞名章，咪係為本大家參考嘅。尤其底背嘅寫學文，大家做得看到別人投過嘅學語文章，文章項還會對較深、較難嘅語詞做解說，做得增加大家嘅詞彙量，係一個當好嘅學習名章。當然係有興趣投稿，咪係本自家一個進步嘅機會哦。